大家好，網上嘅朋友好，我係眼科專科醫生湯文傑醫生。好多人會關心老花係咪會越嚟越深呢？而呢個問題亦都係好多人第一次佩戴眼鏡嘅時候嘅擔心嘅問題之一。有啲人會覺得一開始戴咗眼鏡嘅話呢，佢哋就會越嚟越依賴啦，甚至覺得度數會加深得咁快。其實呢個只係一個誤解嚟啫。你試試諗下啦，老花本身其實係一個隨住年紀咧出現嘅自然退化嘅現象嚟嘅，主要係我哋個眼睛嘅對焦嘅近距離嘅能力咧慢慢減弱，就係好似我哋嘅相機嘅對焦功能咁，隨住時間咧變得冇咁靈活。而呢個變化咧並唔係因為戴眼鏡而出現嘅，而係本身已經開始逐步去發生㗎啦。而眼鏡嘅作用咧，正其實係幫助你睇近嘢嘅時候更加清楚，並唔會令到你老花加快嘅。點解有啲人會覺得戴咗之後反而會依賴呢？原因就係因為佢哋戴眼鏡嘅時候係睇得好清楚，但係除低眼鏡之後咧就覺得更加明顯嘅模糊嘅感覺，所以佢哋會有一種好似差咗嗰種感覺咁樣。但係實際上只係因為對比變得比較明顯，你可以理解為唔係眼鏡令到你視力變差，而係你更加清楚感受到個原本嘅變化。另外一個常見嘅誤解咧，就係覺得應該盡量係唔戴眼鏡嘅。但係如果你長時間睇近嘢嘅時候，一直勉強咁樣對焦啦，反而會令到你個眼睛咧更加大嘅負荷，而令到更加疲倦。所以是否係需要戴眼鏡咧，其實係視乎翻實際嘅需要。例如喺閱讀嘅時候啊，用電腦嘅時候，我哋適當咁使用輔助嘅工具啦，其實係令到我哋嘅視覺咧就會更加清晰。所以簡單，我哋可以記住呢兩點。第一，老花嘅變化啦，同年紀係有關嘅，而唔係因為戴眼鏡而影響到。第二，眼鏡只係一個幫助嚟嘅，而唔係會令到你個眼睛嘅情況咧變得惡化。如果你嘅視力咧變化有疑問嘅情況底下咧，可以考慮做一個眼睛詳細嘅檢查，去了解翻自己眼睛嘅情況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